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要来开始咱今日的这个共读圣经。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秀玲执事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好，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早，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天父，你透过使徒保罗教示阮，爱做各样恩赐的好管家。照上帝赐予阮逐个人无相同的恩赐，譬如宣讲信息的人，就符合信心宣讲；服侍的人，就专心服侍；教导的人，就专心教导；劝勉的人，就专心劝勉；积极的人，就慷慨；领导的人，就热心；做慈善的人，就甘心乐意；求信神也帮助兄弟姊妹，就万分歹待，坚持公义、信心。温柔、忍耐、和平、诚心诚意做主的圣工，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化做好果完全的旨意。虽然在服侍的过程中有侪劳苦重担，无法度顺探人的意思，阮就专心倚靠上帝的疼，得胜到有剩。献上阮深深的感恩。这时，阮要将以下时间交予陈牧师，求上帝赐予陈牧师的讲道。互听到的人拢得到帮助甲造就，愿安尼祈祷甲感恩，拢是奉靠圣主的名求。阿门。阿门。多谢秀玲执事，咱今日要来看的是第5提摩太后书的第5讲的共读。今日要读的是后书的第3章第1节到第9节。咱要来请洪慧姐来带咱大家来读这段圣经。康杰麦克风爱拍开。安尼有听到无？有听到。好，来读提摩太后书3章第1节，就知世界末期到的时，要有种种的苦难。迄时人为自私、贪财、夸口、骄傲、诽谤、忤逆父母、忘恩背义、无圣洁。第3节，无亲情、残忍、中伤、刑虐、凶暴、怨愤好、奸诡、滥散罪、自高自大、爱享乐、赢过疼上帝。第5节，有健全的外貌，却无健全的实质。你着闪避即款人，因中间有人侵入人的厝，控制意志。侮辱的妇女，这妇女受罪恶，甲逐款的情欲支配。第7节，因不时落得学，却无法度明白真理，亲像早前雅尼甲杨布勒反对摩西，现在这人嘛安尼反对真理，直到心智败坏，信仰无纯真。第9节，毋过这人亲像迄2个人，袂有啥物影响，因为因的愚妄会伫众人的面前暴露以上。好，感谢。咱对提摩太后书会当搁较来认捌提摩太，伊原名是这个 Timothy。保罗称伊是我所称来有忠心的囝儿。伫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嘛讲提摩太对待保罗亲像后生对待老爸一样。提摩太前书1章2节讲着做我的真的囝儿，甲我的囝。后书嘛讲我亲爱的囝。所以伊甲保罗之间的关系是咱会当看对这批信看会出来。提摩太是罗斯德的人，伫这个小亚细亚的所在，这是亚细亚，这是小亚细亚。伊对这个所在是保罗头一届报道时阵带来信主，第2摆报道伊就对保罗出去到传福音，甚至入去到伫哥林多，然后等来经过以弗所，然后保罗第4摆旅行对罗马，出来以后，佮将提摩太留踮以弗所，然后保罗就去到伫腓立比这个所在。伊保罗第2摆对报道时阵，对雅典就甲提摩太西拉留伫庇利亚，庇利亚就是伫这个帖撒罗尼迦过来就是这个庇利亚这个所在的人所以因就伫这个所在
是提摩太留踮遐，然后因阁去到伫哥林多伫遐会合，这是使徒行传17章。第3摆报道的时阵，派提摩太去马其顿，阁派提摩太伫哥林多写配合罗马的时阵，提摩太伫遐派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当对哥林多前书，就看到哥林多前书头前有一封回信，这是提摩太送批去的。写哥林多后书的时阵，提摩太也甲保罗伫迄个所在，所以提摩太前书甲后书中间有一封回信，嘛当看到提摩太拢有咧到处理这个代志甲提多。然后保罗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来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实际状况。伫帖撒罗尼迦前书会当看到。等保罗刚刚的时阵写配互腓立比，提摩太伫遐；写互哥罗西甲腓利门，提摩太嘛伫遐。所以在监狱书信拢会当看到保罗踮提摩太拢踮伫保罗的身躯边来斗相共陪伴伊。后书的第1章咱个学习就是将爱提摩太将上帝予伊的恩赐，亲像火个点倒起来，是爱刚强仁爱这一个心，然后爱为着福音来受苦难，知影所信的是罪，也相信伊会保守咱所交托伊的直到耶稣来迄日，爱我靠信心来守条迄个好的道理，包括话下遮上帝话语的规范，甲带伫内面的信心嘛爱守条交托互提摩太即个好的道理。然后咱看到伫保罗受掠的时阵，亚细亚的信徒拢离开，但是俄尼瑟弗即家的人就来敲催保罗。第2章看到保罗继续爱提摩太伫基督恩典刚强，就是爱将所领受的交托遐个会当忠心佮教导别人的人，然后嘛爱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就是亲像军人，亲像运动员，亲像做事人，遮尔认真的态度，也爱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互世人国外的福音，无受捆绑的福音，是拯救甲永远的福音。劝勉提摩太，毋通只有伫无意义的言辞来争辩，这个无意义、无答案的这个争辩，无法听到人，互人离开真理，离开上帝。就爱得向少年人的私欲就是这意气用事，特别伫教会中间有这形形色色逐种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上帝使用的就是这清气的器具，就爱甲当清气心肝的人做伙来祈祷，追求对公义来开始，对和平来结束。主的路步毋通甲人相争，就爱弃绝这无知的辩论，用温柔来可肯接受魔鬼掠去，也是陷入魔鬼罗网的人，互因会当悔改，求上帝互因会当转回所以咱的根据着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好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15节。咱今日看第3章，咱第1章看到保罗伊的请安感恩，对提摩太提醒。甲做基督的仆人应该有的，才会操守提摩太应该爱派责任。到即马第3章，就是甲提摩太教导安怎抵挡这个真理的人，甲服从上帝的信道1节到9节，最后咧讲到末世会有抵挡真理的人，这人甲代志出现做一个对照。保罗讲末世已经来，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嘛讲信心有明显来指示伫末后有这艰难的日子。然后伫后书的第3章，保罗才讲到19项伫末世中间人罪人会产生的这个表现这个19项可能是伫当时以弗所这个假教师甲假信徒因真实发生的状况。所以咱看到这个话，就当知影讲提摩太要踮伫以弗所教会伫遮来牧养原来是真无简单甚至保罗嘛引用犹太人因的作品中间讲到摩西甲2位埃及的法师术士
第三节的例，讲这假教师终究必自食恶果。然后劝勉提摩太爱认真追求信用有关这个末世耶稣基督过来，伫这个教会2000年教会历史有真侪无同款的这解说总是这嘛是近19世纪对这个达密开始伊就将这个帖撒罗尼迦启示录做这个就来看做耶稣回来有这个阶段其中耶稣基督再来这个阶段性的有分做几啊种，灾前就是大灾难，伫大灾前被提教会就受责去到伫天顶，有灾中被提伫大灾难的中间，教会受责去到伫天顶，灾后被提就是教会爱经过这个大灾难，才当受责去到伫天顶然后还有教会未拄到这个灾害有无同款的这个学说看法不过简单来看就是伫旧约时代亚当夏娃然后亚伯拉罕到耶稣降生这大约有4000年到4000年的时间然后对耶稣降生以后呢就是进入新约教会时代这个到咱现主时21世纪2024年原来是伫教会新约时代一直到耶稣要来进前呢会拄到这个大灾难照这个但以理书照这个启示录讲这是有7年的时间呢这个7年的时间灾前被提是教会伫灾难进前会看到耶稣对空中来咱会受接去到伫天顶来闪开这个地上的大灾难然后到第2阶段耶稣会带伊的得胜者对天降临过来然后才进入1000年耶稣伫地上掌权然后魔鬼的1000年末魔鬼佫出来佫作乱总是就进入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就是最后的审判通过这个白色的大宝座才是进入这个新的天新的地天顶的耶路撒冷得到永远的活命袂当通过就进入迄个永远的死就是地狱甲迄个硫黄的这个火湖的中间所以伫这头前灾难进前是婚约就是亲像爱誓约然后呢7年的中间就是婚礼咱看启示录将这个灾祸灾难7晚7日7号7个角这会描述这会是非常的惊人所以炼尽以色列人世人为千禧年预备的人口然后进入伫这个千禧年迄年就是人类历史甲基督伫地上实际掌权最王的时间然后就是最后审判会当参考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启示录19章所以第1阶段就是耶稣基督用新郎的身份来迎接新娘就是教会伫7年的大灾难的前一日教会就受责去到伫天顶然后进入大灾难第2阶段就是耶稣基督是用王的身份带来千禧年的国度对7年大灾难的最后一日佫回来到这个地上这是所有讲到末世耶稣基督过来的讲法的其中一项而且讲要强调是其中一种的看法但是有完后其他的看法咱会当来参考不过咱今日就是先用这个是较侪人在用这种的看法认为耶稣是安尼过来当时原来是照圣经所写的咱圣经所启示的总是嘛知影耶稣嘛讲迄日无人知影但是咱爱做就是做备办今日这9节的中间讲到末世这个末世就是意思指最后的一段时间不管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伫耶稣过来但是拢是指迄个最后遐个日子耶稣第2摆过来进前然后呢这个人呢有这个敬虔的外表却无这个敬虔的实质没有敬虔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外貌有外貌外口看起来就属灵的常常安尼拢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但是心内底呢
却毋是真正感谢主、阿罗主，对上帝足侪的埋怨啊，足侪遮的恶毒啊，心内底足侪遮的扣分啊，若是无性命去实践上帝的信仰，然后即阵遮的人呢，会偷偷入人的厝啊，入人的厝，即个意思是讲蹑手蹑脚就是就拢无出声，就进到人的厝，还是迂回的进入。意思就是讲，不是开大门走大路对窗仔门，还是对后壁门入来。做啥物呢？因为惊人知影讲伊有来即个所在，毋敢互人看到，所以一定着爱偷偷来，毋敢互人知影。做啥物呢？去内底咧控制遮意志薄弱的人将因牢笼起来，就是互因去变做俘虏甲伊洗脑。用遮个话术啦，用遮个假教导啦、假语言啊、假遮个真理啊，另外将遮个人的思想甲伊控制掉的。遮和本讲遮个无知的妇女呢，就是意志薄弱的妇女呢，原来意思是指小女人。小女人这是一种看见的讲法，就是无信息，但是嘛无拄拄是只有妇女就是讲属灵的婴孩，就是讲伫即个信仰的顶悬未成熟，则互因呢担负罪恶互因的心智败坏，互因常常用足侪时间在追求，遮个无知的人因足热心的。倒位有智慧，紧来，倒位需要人斗相共服侍，紧去，拢是一窝蜂的。但是呢，因的这种的特性呢，是这个异端呢，假告诉因上帝爱，这种叫做无经过、无敬虔的假热心也是讲这种的特性是无经过思考的，无经过祈祷的。所以就真容易互人来利用很容易被人趁虚而入特别摕到两个人押尼甲杨步雷这两个人呢出现是伫出埃及，无出现伫圣经，但是因的故事会当伫出埃及7章看到，就是摩西、亚伦伊去头一届去见法老的时这个上帝爱亚伦摕一支管来做摩西的代言人。摩西讲伊家己口才无好，上帝要上摩西做上帝代言人，所以安尼一站。因就摕这个亚伦的管去到伫这个法老的面前，亚伦就将伊的管变做是蛇，法老嘛调遮的智慧人甲惊邪术的人来，遮埃及的法师就是这个押尼甲杨步雷，因两个嘛将因的管等伫涂骹变做是蛇，但是呢，圣经有写亚伦的管将因的管甲伊吞食，就是遮亚伦的蛇吞食这两个术士的蛇。总是圣经讲法老伊的心犹原是非常的刚硬刚硬伊不爱认输啦，伊不爱信任，不爱谦卑，讲伊错伊唔对然后煞者后壁下面呢，就是开始10个灾难，10个灾祸直到伊的大囝来死所以一个人若是硬心，上帝就一关一关安尼甲伊调整通过今日这个圣经咱来思想，要安怎来分辨假教师这原来是一个兄弟Paul Cox 伊来写做这个图讲咧提摩太后书咱原来最后搁两间会读到的就是后日会读到伫末日的中间这假教师会去满足人这个耳孔的鸟电鸟伊想要听一寡新奇的道理。然后呢，因过像以弗所书第4章的对异教之风这为一台电风就是吹来吹去，意思讲吹这边就对这边，吹迄边就对迄边就是信用无徛在一下我有得救一下我阁是同罪一下我是叫魔鬼附，一下我是信心充满这种的教导然后彼得后书嘛讲，这假教师伫教会内面
引进这异端，请外口的人，是请一寡这来路不明的人，互因入来教会，互因有机会，将因的这一寡奇奇怪怪的讲法，来影响到这个会友。因其实是使徒行传20章讲的，是凶暴的豺狼，但是却是马太福音第7章讲的，披着羊皮的狼啊。然后伊嘛用上帝的生命去18章，用上帝的名，奉主的名讲一寡上帝家己毋捌讲过的话。我要让你的头发长出来啊！我要让你的这个安怎，比上帝较高，比上帝更较敢讲啊！来跟随神，我保证你美梦成真啊！恕我家，恕我亲，恕我欠一拢免还啦。彼得后书第2章嘛讲，这个假教师因为编造捏造，像这个摩门经啊，像这个可兰经啊，像这个末世这个全能神教会应该去对他的另外一本的红皮书啊。就是不是出自圣经，家己搁加添落去的，家己搁圣经读以后，要用一些话来造神啊，这是非常恐怖的。最后呢，因所出来的果子，不是好的果子，是歹的果子。马太福音第7章，所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假教师因所结出来果子呢，无一项会卖会看的，无一项会食一个，拢是败坏，烂去也是臭去。这假教师甲真的教师，假教师敢讲部分真理，因所讲的圣经拢是断章取义真正的教师呢，要宣讲是全部的真理对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伊袂讲甲跳过旧约，只有讲新约，也不会只有讲在好听的，投其所好，拢讲会众爱听，教会众怎么发财啦，教会众怎么幸福啊，怎么成功啊，然后爱安怎样悔改啦，安怎样认罪啊，爱安怎样对耶稣的核心问道啊，爱安怎样歹势日价啊，才会着唔敢讲，真的教师也照圣经来讲。假教师呢，避开争议，若要出问题，就紧闪紧走，莫点点，无爱出声，无爱讲话，然后拢无伊诶代志，但是真正的教师呢，伊是卷起袖子就是要跳落去，来处理，将这个代志，来创互清楚，爱有一个公道，爱有一个真理。假教师呢，唯我独尊大家来看我，看我就好。看伊啦，然后逐项就是拢听伊上帝感动我安怎啦，上帝互我安怎啦，然后我爱为上帝安怎啦，很多都是用我做这个讲话开始，但是真正的教师呢，应该是爱讲我们，咱看提摩太前书后书，咱看到保罗讲到我，嘛讲到你，嘛讲到咱。嘛讲到我们，所以咱会看到保罗，伊毋是唯他独尊伊原来是伊甲伊真侪同工，做伙做工，毋是伊一个人看一个人伫遐咧舞。然后假教师呢，自吹自擂讲伊偌熬啦，讲伊偌忝啦，讲伊偌辛苦讲伊偌安尼属灵啦，拢咧家己往脸上贴金但是真正的教师是谦卑，承认家己的不足，承认家己的无够业。假教师呢，无鼓励信徒思考，讲第一点讲的就是安尼，牧师讲的就是听着对你着安尼来遵守，保证你安全，叫大家拢，这就是在亲像电视行销共款伊在卖这个产品。就是讲叫你来不及思考，搁剩10分钟、5分钟，这个就要结束，你就赶紧来就对要人赶快上车。真正的教师是互咱带咱看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但是嘛爱问咱问题，然后叫你回去家己想，你家己爱弥力善思，爱认真来想消化，变做是你的毋是听别人的，食别人的喙烂。然后假教师呢，
上界明显的财务不受监督，拢有一个私心伊就是伫钱的顶悬就容易出问题真正的教师呢伊愿意接受人的这个监督伊愿意对上帝交代最忠心的奴仆伫这个5亲2亲1亲拢爱好好来交小清楚所以感谢这个胡志伟牧师伊来做这个真好的经历。今日这段的圣经咱看到2个重点，保罗爱提摩太知影末期有种种的苦难，包括这19个人只有顾家己，然后贪自私、贪财、夸口、骄傲、诽谤、忤逆父母、忘恩背义、无性格、无亲情、残忍、中伤怀疑、凶暴、怨恨、好奸诡、懒散罪、自高自大、爱享乐、赢过疼上帝这19项呢，拢是可能伫教会中间会发生但是呢，这唔通甲当作是世界末日伊这毋是世界末日这不过是世界末日前的这个苦难，原来爱去面对就是有这个人来是讲紧想啦紧换一间教会啦这个教会出代志迦南教会这个会友拢安怎，我来换一间较好的教会迦南教会牧师安怎，我来换另外一个较好的牧师的教会这换到对拢会同款伫世界末期拢会有这个代志出现但是这个人呢因披着宗教的外衣，拒绝宗教的实质就是外口看起来真敬虔实际上却无。但是呢，保罗讲，这类的人就爱相比伊因就算讲因亲门大户偷偷来对后壁门入来，然后呢，搁去收买啦，搁去控制啦，搁去洗脑啦，搁去操控啦，这个容易受操控的人，就亲像过去出埃及记反对摩西亚伦见法老边这个埃及的智慧人，甲这个行邪术的人因安怎反对，但是出于因的心思的败坏，但是最后嘛经不起考验因的迄个管变做是蛇哇，目甲伊拍破真厚，但是最后嘛是靠上帝来吞食所以这个人其实真可怜特别是这个无知的属灵的婴孩无一定完全是妇女，嘛有可能是少年人，因常常想要学习，但是却无法度明白真理。因嘛检测用足多时间，用足多精神，但是呢，因所得到、听到的呢，虽是扭曲的，却是断章取义反而是违背圣经脱离圣经，脱离真理所以其实因嘛是真可怜。这个教导，这个假教师，这个假先知，因袂当去什么功效因为伊的愚公最后是伫众人的面前暴露无遗互人看甲精明拢伫人的面前暴露亲像鸭梨甲羊步雷一样所以今日这段圣经讲到，爱知影末日的苦难，爱闪避末日这个狂暴的信徒因为末日的苦难还是多人心内底迄个凶恶，这就保罗列出来19种，这是所有保罗书信当中列出来最多的。然后还有这个假宗教，因这个人做伙时，也是这个人所组织起来以后，变做是造神变做是一个金钱为这个发财的门路要得到钱财要较爱是人落地爱钱不是爱人来悔改这个人呢因会偷偷入人的厝因会迷骗人厝内底的人，因会去反对人的真理的教导因甚至未堪得考验，最后会原形毕露所以真正咱爱真细腻咱家己会变做这款的人无咱家己是不是会变做是圣经所描写这种的人，要安怎避免呢就是咱爱好好读上帝话，爱好好用时间来了解好好来明白，安尼才有信心伫咱的内面提醒咱所以今日经过第3章第5节
有金钱的外貌，却背弃了金钱的实质，这个人你要避开。有金钱的外貌，却无金钱的实质，你就相比这款人。They having a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ying its power,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uch people. 英语讲对这人卖插伊的，不要nothing to do， 听起来像说不要理他。但是保罗较强调是爱用长所他的，爱用好的行为。好的行做，用基督上帝来以善来胜恶。咱今日分享到这，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伫主你的面前，搁一摆来谦卑承认阮会无完全，阮会无够野。有时阵，阮得到上帝淡薄恩赐，还是淡薄的教导，阮就会真容易家己看家己比别人较敖。真容易骄傲，也是真容易自高、自义、自大。愿上帝你搁一摆提醒阮，阮拢是罪人，阮拢是无够野，也是无完全的。特别当阮咧服侍上帝，要做上帝大间厝内底贵重的器具，阮需要常常伫主的面前来清起家己的心肝，清起家己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自高，也互阮真正愿意像保罗、像提摩太来派耶稣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的路，做耶稣的核心。也求上帝帮助阮，知影耶稣过来进前，阮就爱安怎样来备办，爱忠心，爱听候，爱准备。阮爱做上帝好的管家，阮就爱来明白上帝你的真理，互阮真正来真济迄个好的真济，直到耶稣过来迄日，也愿上帝祝福阮每一位兄弟，伫今日一日的开始，阮所教所做所听所讲的一切，拢会当来因跟主你的名，也会当来带互人利益。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拜拜，平安，平安。拜。平安。